好，真好，哥儿，你的武功真是让爹刮目相看呀！今日比试武功，不用分个胜负，为师能看到你们的武功精进，已经是很欣慰了。好了，我们都去用膳吧。爹，我想跟战师兄比一场。好，去吧。小师妹，出手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拔刀吧，战师兄。师妹，不要逞强。鱼儿说的对，都回来吧。战师兄，承让了。小姐，你今日真的是给庄主争了口气。你就别夸小姐了，小姐，快换衣裳吧，大家还等着呢。对，大圣而归，我们要穿得像未来庄主一样。好了，都别待着了，来来来，你去用膳吧。来，歌儿，坐下。爹。哎呀，我说歌儿，你有多久没有陪爹好好的吃顿饭了？啊？
现在心野喽，一心只想着往外跑。哼，以后啊，要多陪陪爹，和爹能在一起吃饭是件开心的事，好不好？是，格尔遵命。哎呀，今日比武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来，咱们就先喝一个吧。来，吃菜吃菜。歌儿，你的武功真是长进不少，爹为你高兴。好，我的女儿真是长大了。明日，爹带你去青龙堂。爹，风儿、玉儿、惊雷，希望你们能够齐心协力，尽心辅佐你们的小师妹。弟子遵命。弟子遵命。弟子遵命。好。少爷，你一回来就一脸的心事。你不懂，师父要带小师妹去青龙堂。这么快？今日一战，小师妹确实武功精进，全庄上下心服口服。师父也要顺势将庄内事务全部交给小师妹了。你似乎并不想让大小姐做庄主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大师兄确实更适合一些。青龙堂由我亲手所建，堂口遍布天下，除了我和青龙堂堂主，谁都无权调遣其中的任何一名弟子。青龙堂堂主钟离无泪携青龙堂总堂众弟子参见庄主、大小姐。参见庄主，参见大小姐。请。我们青龙堂养了上万只信鸽，每天都会处理来自各地的信件，月后即分，只有急件会上报给庄主。歌儿，待你到达了洛阳城以后，爹会让钟离堂主将每日庄主需要看的信件分批送到玉儿的王府，一步步做起来，日后才好接手青龙堂。是。爹，那是不是从今日起我就可以吩咐青龙堂做事了？做你想做的事情，爹不会拦你的。好，都散了吧。是。钟离堂主，钟离堂主，我从洛阳寄来的信，为什么爹没有看到啊？那封密函，我给了易大总管。易浪，该不会是他没有交给爹吧？属下只负责将密函送到易大总管手上，其余的属下并不知道。不过，我和易大总管都是由庄主收养，对庄主忠心耿耿，应该不是有意而为。钟离堂主，青龙堂自成立以来，是否只听庄主的？
没错。那我有2件事，你听好。属下遵命。第一，从今往后，青龙堂的任何消息只能交给我和我爹，不得进任何人之手。包括义大总管和风少爷。对。属下明白。第二，我要你去查暗河宫，事无巨细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有劳堂主。不敢。爹。庄主，江南急见。庄主，霹雳门门主死了。在何处？何时？怎么死的？2月初2，仲康内河之上，被人沉船而亡。霹雳门人都在四处寻找少主的下落，并极力追凶手。雷恨天早年得罪了不少人，仇家也多，一时很难有进展。门主惨死，少主又下落不明，他们是群龙无首啊！爹，这信上说霹雳门的2夫人将会接掌霹雳门，我必须得去找玉师兄了。好，这样，把这个消息马上传开。是。我爹死了，找到尸首了吗？尸首已经找到了，也已经被妥善安葬了。据青龙堂的消息，他们现在正在四处找寻你。还有一件事，燕娘，也就是暗夜诀，她要接手霹雳门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在烈火山庄，那你就是安全的。什么？雷恨天死了？嗯。你帮我送一封信给烈如哥。现在？对，就是现在。你想办法把这封信送给烈如哥。好。姑娘，如歌小姐在吗？不在。怎么了？霹雳门门主死了，我家小姐让我把这个交给如歌小姐。好，多谢。蝶衣，你去哪儿？我去一趟竹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刀里香的婢女也过来了？霹雳门的门主死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为什么？怎么死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等小姐回来再细问吧。我先去竹院送东西了。蝶衣，这是刀烈香叫人送来的，说要给小姐。他还说什么了吗？他还说似乎贵重，烦请转交。我想请烈大小姐再帮我一次。你说。我想明日离开烈火山庄，回江南。你现在出去，就等于自寻死路。我不回去，我爹一生的心血就葬送了。我是霹雳门的少主，霹雳门的命运比我逃命更重要。这是他应该做的。这个你应该认识。
明日就走。好，我帮你安排。王爷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我知道，现在朝廷四处围剿霹雳门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暗夜诀的真实身份，我想请你暂时把此事压下来，给我一段时间，等我回霹雳门，我可以向你证明，霹雳门和暗河宫绝没有勾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。真是世事无常。雷少爷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，霹雳门门主的独子，怎么突然就成了一个四处逃命的人了呢？你怎么了，薰夜？最近江湖上发生了好多事情，有点心神不宁的。放心吧，都会解决的。是啊，于少爷会好好照顾我们小姐的。我倒是担心，这霹雳门会不会落到暗河宫的手里？毕竟南方的水路都由他们掌握。小姐，你这刚劝完我，自己又发起愁来了。不发愁，都会解决的。只要人活着，就什么都能解决；一旦不在了，就什么用都没有了。二夫人，我觉得目前最要紧的事情是将少主找回来。我已命亲信找惊鸿去了。有句话，属下想了半天，还是要说，二夫人，还是您担任门主吧。是啊，对，二夫人担任比较合适啊。就是。惊鸿是门主的儿子，霹雳门理应传给他。少主贪玩成性，难当重任呐。霹雳门要交给他，只会被他给败了。更何况，烈火山庄和无刀城已经联手，我们三家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破裂，迟早会有一场生死决战。所以，门主人选更不能随意啊！属下恳求夫人接任门主，重振霹雳门。诸位，该你们说话了。我赞同宋舵主所说的，非常时期，不拘泥于子承父业。二夫人，您就出任门主吧。属下也认为，二夫人应担当此重任。此事待丧事以后再议。是。你们下山一定要小心啊，绝对不要引人注意。小姐也派了青龙堂的人暗中保护你们。替我去谢谢他。要平安啊，雷少爷。如果太危险，就先躲一躲。只要人还在，总有翻身的机会。好，蝶衣，你也要保重啊。雷少爷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：你究竟是不是我亲哥？你的问题我知道，待我从妖女手中夺回霹雳门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真相。好，
喜欢的人是他呀。瞎说什么？她是我妹妹。妹妹？对啊，路上再跟你细说吧。这。霹雳门已经是我的了。你在犹豫什么？刀无暇是我的狗，霹雳门新门主是我暗河宫的人，现在就只剩下烈火山庄了。风儿，难道你就不想替你父亲夺回烈火山庄吗？你太多情了，现在全庄上下只有玉自寒在替烈乳哥撑腰。我会想个法子，让玉自寒离开一段时间，而你要趁此机会除掉烈明镜。等烈明镜一死，大家会顺理成章地拥护你，到时候烈火山庄就是你的了。我做不到，你必须做到。我武功比烈明镜高，我为什么不动手？我当然是要把他留给你，我要让你亲手杀了他，才算是报仇，懂吗？风儿，手刃仇人是身为人子该做的。你去见景献王，让他想一个法子，让玉自寒离开一段时间。遵命。你让他离开烈火山庄，对本王有什么好处啊？还谈什么好处呀，王爷？咱们不早就是自己人了吗？这玄冰盏，还请王爷拿去献给皇上。以皇上对玉自寒的宠爱，肯定会赐给他的。可事成之后，这个物件可就是物证了。这就是玄冰盏的奇妙之处。一旦玉自寒中咒，这盏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玉盏，绝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。这物证是没了，可还有你这个人证啊。王爷放心，人证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刀城主啊，你竟敢威胁本王啊！不敢。你们究竟和我那个七弟有什么恩怨呢？三番四次的针对他。倒是没有什么恩怨，不过他若在，没有人敢动烈火山庄。他是我们夺取烈火山庄最大的障碍，也是王爷登上皇位最大的绊脚石。他是很碍事儿，总挡我的路。我这个残废弟弟啊，就应该生下来直接死掉，就不会惹那么多麻烦了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本王会想办法让他离开烈火山庄。离开不够，要给我们留足够的时间夺权。困他在一处，对吧？对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多谢王爷。哎，谢就不用了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公主，从今往后，本王和暗河宫可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帮他做江湖霸主，他也要在我争夺太子之位时出一份力。王爷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天下无刀城和烈火山庄一定为王爷马首是瞻，这天下也早晚是王爷的。江湖之事就交给你们了。
2碗阳春面。好嘞。好了吧？好，我们走。走。你就不能等等我啊？哎，这么急？哎，这不是绝色名花榜的凤凰吗？怎么沦落到跟一个江湖野小子吃阳春面了？哼，落草的凤凰是不如鸡呀。什么是品花楼啊？品花楼啊，早就树倒猢狲散了。如今什么绝色名花榜都没有用了。来，接着喝。没想到你还挺能忍的。你能暴露身份吗？不能。我不忍怎么办？这银子你拿走，就当是报你的救命之恩。你又赶我走。我这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，你就夺回你的霹雳门啊，这样我就不用吃阳春面了。别浪费啊！来者何人？我是雷惊鸿的女人。舵主，二夫人如今手掌大权，排除异己，短短数日之内，有数名舵主不明下落，我们也需小心行事啊。也不知道少主现下在何处。舵主答应相见，少主自然会出现。姑娘，你还是请回吧。难道你们真的要把霹雳门交给那个女人？二夫人虽然脾性不好，但也辅佐老门主10几年，又有老门主留下的遗愿，我们这些人不拥戴她，又能拥戴谁呢？可是雷惊鸿才是门主之子啊！舵主，姑娘，你请回吧。你们的人啊，都还没我们品花楼的姑娘义气，一说要见就各种推辞。怪我，怪你？那个暗夜诀，从10几年前就帮我爹做事，是我们霹雳门名副其实的2把手，而我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混世魔王。他们肯定以为我是胡闹，所以不肯见我。那，你明日还去吗？去。你一个没有实权的少主，想要从2把手那儿夺回霹雳门，我看啊，胜算不大。那我也去。孩儿回来了。
二娘，别来无恙。那一日，雪夷王惨死在你的手上。你受伤以后，仓皇间留下了这个，你还记得吗？雪夷王，雪夷王，怎么回事啊？霹雳门被围剿时，你不在；你父亲被杀时，你也不在。现在却因为一个外人，在你父亲的牌位面前，对我出言不逊。单凭一卷黑纱说我杀了雪夷王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！陷害呀！陷害呀！怎么可能呢？我就知道你不会认的。莫须有的罪名，我为何要认？那你为何要夜袭王府？玉自罕栽赃陷害，你也信？那他为何平白无故的陷害你？因为他是烈火山庄的弟子。你，所以，他故意布局陷害我们。现在烈火山庄跟无刀城已经联手起来，恨不得我们霹雳门明日就在江湖上消失。你居然还相信他们？三大世家的恩怨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说的是啊！又撒谎！你夜袭王府，杀死雪夷王，你都是为了暗河宫。暗河宫，各位舵主，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烈火山庄的人已经证实，她就是暗河宫的三公主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二位怎么可能是三公主呢？就是啊！荒谬！今日我不跟你计较，祭完你父亲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你是怕了吗？雷惊侯，你是霹雳门的少主，不是烈火山庄的奴才。你居然相信烈火山庄的人，都不相信自己人。少主，有什么话还是晚上再说吧。是啊，少主，都是自家人，就不要再吵了吧。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好，你敢摘下面纱，给大家看你的脸吗？你真想看？是。你们看，这是烈火拳所伤，就是他去杀银雪，跟烈如哥交手所留下的伤口。这下你没法否认了吧？这是你父亲被害时留下的伤，我都不清楚是谁，你居然还知道。照你这么说，是烈火山庄的人杀了你父亲了？不是这样的。烈如哥的话你就信，我的话你就不信，你这不辨是非的废物！你不是这样的，少主，平日你胡闹也就罢了，在这灵堂之上，你还是要懂事一些。少主，祭拜完就离开吧。是啊，少主，你还是回后舱吧。是啊，少主，请回吧，别再闹了，别再闹了。好，我在后舱等你。你走吧。是不是我走了，你就能得到霹雳门了？就算你不走，我也一样能得到霹雳门。刚才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你说，你能服众吗？我爹是不是你杀的？不知道。就是你，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算说是我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我杀了你！
找死！我死也要跟你一起死！你今日最好杀了我，你不杀了我，我一定杀了你！我答应过你爹，说放了就会放了。少主，霹雳门现在正是动荡时期，你就不要再闹了。你不信我，你们都不信我。少主，你该长大了。他刚才亲口承认是他杀了我爹，我爹是他杀的，你们不去杀了他，还过来帮他。你们以为我回来是来抢门主之位？我这个酒囊饭袋不配当门主，所以你们帮他来赶走我，对不对？少主，你还是需要历练呐。你不配叫我少主。这孩子，随他去吧，我们走。不明是非，助纣为虐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难道他当着那么多人也敢打伤你？我就说没那么容易。少主，少主，属下愿对我的分舵，追随少主。好，总算有点收获。还不算太惨，好歹我们还有3个小分舵呢。要不然，咱们自立门户吧。复仇未报，自立什么门户？燕娘已经接管霹雳门，如今她已经是新门主了。雷惊鸿呢？只有3个小分舵舵主选择追随雷惊鸿。时刻帮我留意霹雳门还有雷惊鸿的消息。是。那属下告退。小姐，现在是不是只有你能证明暗夜诀她就是燕娘？除了银雪，只有我。那我们能不能给雷少爷去一封信，这样霹雳门的人就会相信他了？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霹雳门和我们烈火山庄水火不容，自然不会相信我们。现在别说是一封信，哪怕是小姐当面对质，你觉得霹雳门会相信他们的二夫人，还是我们烈火山庄的大小姐？更何况，我是爹指定的庄主，他们更不会相信我，反而他们还会以为我想要破坏他们的计划。雷少爷，好可怜啊！哎，请问此处可有个缥缈派？缥缈派，从未听说过。多谢。
写那句再见，让你害怕；写下路，让相逢不能把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他，写风沙吹成棉花。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。师祖，山下来了个书生，他在找我们门派，好像是在找掌门人像。师祖，掌门人他还要睡多久啊？100年。100年？函咒之毒深入骨血，至少要100年才能够化解。掌门人，师祖，掌门人他，快把他带到石洞。为何要替人解函咒？银雪，如今只能以函攻函，试着救你一命了。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，若遗憾，遗憾；若心酸，心酸。有不是非要圆满，来年秋风乱，笑看。深情只好浅谈。小姐，你又要出去，最近好忙啊。跟以前的战锋相比，我可是差得远了。虽然爹没有说立刻要将山庄交给我，但我也要跑跑附近的堂口才行。那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了，就在附近，很近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以后你在里面做烧饼，我在外面卖烧饼，保准生意好得不得了。从前不是有个豆腐西施吗？你可以换我一句烧饼公子。啊，是你昨日刻的，喜欢吗？喜欢啊，挺好看的。你默认了？默认什么？做我娘子。哎，过来吃吧。我吃了。大小姐，黄从，为什么这儿会有这么多流民啊？倭国来犯的时候，总会有流民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格外多了许多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父皇啊，平身吧。
说说倭国的事吧。是父皇。最近同倭国的战事相对平缓了一些，不过我朝将士伤亡很大。几十年前，倭国只占据海上几座岛屿，以打鱼为生。可是随着武士风气在倭国盛行，那里的人们越发的贪婪起来，开始袭掠和抢夺沿海村庄。最初只是零散的攻击，可后来演变成有组织的侵占和奴役当地百姓。近几年来，倭国越来越猖狂，我朝曾数次派出兵力与其交锋，可是打打停停，隐患始终没有解除啊。可是上个月不是才刚刚传来捷报吗？大捷之后，便是屡战屡败，伤亡惨重啊。不过，在我进宫之前，倭国使者送来一封信函。信函？他们表示愿意议和，从此再不起战事。好啊，如能议和，彻底消除倭患，对沿海的百姓来说，却是一个大福音呢。是倭国主动提出议和的吗？对，一个小小的倭国，才有几个百姓，谅他们也不敢久战，还不是想趁着他们现在处在上风，向我们讨要一些好处？不只是要好处，他们想要我朝表示一些诚意，方敢安心议和。什么样的诚意啊？和亲。和亲？和亲？要是能换来沿海的百姓平安，和亲倒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。只是委屈了我的女儿啊。怎么？还有何不妥吗？倭国使者说，他们的长公主想要做靖渊王的王妃。玉儿？是父皇。可是，玉儿不是已经选定王妃了吗？依我看，以七弟的脾气，是很难答应的。我已经派人给七弟送了一封信，只怕他心中只有小师妹，没有天下百姓啊。玉儿不会的。是谁在里面？是景贤王的心腹刘尚书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都已经3个时辰了，我怕王爷身体吃不消。景献王的心腹来找师兄做什么？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刘尚书，刘尚书啊，列大小姐，朝中事务繁多啊，我先告辞了。大人请便。不要。原来你在装睡啊！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，一会儿等到晚膳的时候我来叫你。好。你不放手我怎么走呢？别走。我不走你怎么休息啊？想听你说话。
那你把眼睛闭上，听我说。师兄，你都已经回到烈火山庄了，为何不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做？把全部的事情都交给景献王或者晋阳王，反正他们也高兴，正好可以皆大欢喜。不然，我怕你掌握了大权，会有一些人心里不踏实。师兄，你想要争取皇位吗？不想。那就好。我总怕你会卷入到太子之争当中，到时每夜都会睡不踏实。我有桩事情想要跟师兄说。你说。我今日出去看到了很多流民，那些倭寇已经被流放了，有很多沿海的百姓都已经逃到内陆来了。是啊，方才刘尚书来，就是说这件事。那朝廷已经有所对策了吗？倭国想要讲和，想要永远停战。那就好。他们长公主想要和亲，做我的王妃。怎么不说话？你答应了吗？父皇在等我的答复。啊，真的啊？可是小姐和玉少爷不是有婚约吗？那是假的。就算是假的，也是当着朝臣说的。玉少爷总该理清和小姐的关系，才能答复这桩婚事吧？对啊。我倒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觉得他有些可怜。就连娶妻这种事情，都要考虑江山社稷、百姓安危。儿臣以为，倭国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此时又处在上风，绝不可能诚心和亲。赶紧找人将奏折送去皇宫。好。景渊王没答应。没有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既能得民心，又能讨陛下欢心，于他自己又不是什么坏事，他为什么不答应啊？当然是为了那个烈如歌呀！啊！本王早就猜到，那个残废不会答应的。你看看啊，他既然拒绝了，就一定要离开烈火山庄，亲自去沿海解决倭寇之患，否则难压民怨，对父皇也难以交代呀。王爷英明啊！王爷这一举等于把靖渊王给拴在死局里了。暗河宫的人想让玉自寒离开烈火山庄，本王正好趁此机会让这个残废死在战场上，为国捐躯，名垂千古，多么壮烈呀！
啊！想问我的决定？嗯。你愿意吗？让我去和亲？我昨晚想了一夜。想什么？我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一场阴谋。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说师兄不答应和亲的话，那日后将士和百姓的死全部都会算成是师兄的责任。但如果你答应和亲，可日后倭国若是再次起兵，那师兄的处境又会变得非常尴尬。所以，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去看，都会对你很不利。这是景献王布下的局吗？那如果是单纯的和亲呢？只是单纯的和亲，没有阴谋，你也会反对吗？如果说师兄不答应和亲的话，那日后将士和百姓的死全部都会算成是师兄的责任。但如果你答应和亲，可日后若是倭国再次起兵，那师兄的处境又会变得非常尴尬。所以，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去看，都会对你很不利。这是景献王布下的局吗？那如果是单纯的和亲呢？只是单纯的和亲，没有阴谋，你也会反对吗？那你娶好了？是吗？是啊，有了嫂子之后，不管是竹院还是静渊王府，都会变得热闹起来。再说，爹也不会担心你没人照顾了。逗你的。你说的对，这是阴谋，所以不会有和亲。那你想好决策了？奏折已经送去洛阳了，要等父皇答复。可以解决吗？不过要父皇点头。